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检警侦办国内上大的偷窃网站创意书房，抓到上百个嫌犯，其中有2个老师，佮有3个警察，被骗的大部分拢是科技业。互日本靠海苏俄渔船复兴号纳150万日票的担保金了后，饭店船已经驶登来南方澳，伫船顶有8个人拢平安。花莲玉里光复路一间大间的超市着火，早起9点，火势受到控制，10点外拍花，加载无人着伤。咱先来看偷窃影片的网站创意书房哦，案情有上新的发展。警方一口气查到上百个嫌犯，有的是伫顶头的经营买卖生理的头家，冇抓到真侪消费者哦。有老师、有警察，嘛有科技业的员工。警方调查，佮发现讲有一个姓黄的嫌犯，伫创意书房因为钱分未平哦，退出，伊家己出来经营，开钱请未成年的少女，翕一寡私密的影像来卖，有将近100个查某囡仔受害。警方嘛计共约谈330个人。几落个查甫人被拘提，刑警伫咧2边介护。警方2波行动总共抓到116人，拢是涉及非法的色情论坛，甲创意书房有关系。上游的干部有处理不法金流，还有制作浮水印的助理。那创意私房的中游则是卖家，这些卖家用诱骗或者是偷拍的方式来制造儿少性影像。其中下游的买家也是犯罪行为。被抓到的上百人，每人有105人，自老师、警察、公务员拢有，尤其是做科技业的占大多数。另外，这边8个人涉嫌诱骗或者是偷窃离校性影像，也有8个人被抓。有认罪吗？当初会发生创意书房案件，就是自艺人黄子佼被控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影像开始，专案就一直扩大，卫育部也甲论坛封网。但是警方调查发现，主嫌犯加助理3个人负责消防业务，因朴水银。虽然被封网了，依然是继续营业，经手的不法金流超过2000万。关键的幕后首脑，也就是站长老马，是藏伫咧境外，也未抓到。警方这边对查创意书房案件，伊阁查到案外案，有一个姓黄的主嫌犯，因为对利益分配不满，退出论坛家己做，自 SCP 群组出发，也就是进行定行社会代办N号房事件，锁定未成年的少女，讲翕相有钱通赚，骗因翕一寡性私密的影像，有86个人受害。群组被查到了，今年初伊阁伫咧Telegram设新的群组 OAT， 用类似手法犯案。受害少女超过10个人，在17个县市，我们出动了600人次的警力，总共有320位这个影片的买家到案。涉这个新群组的嫌犯，就是最近伫咧新北市邦桥自楼顶下来姓林的男子。警方这边的搜查行动，自买人到管理者，查到超过330人。非法的论坛虽然被抓到，不过各种群组也是四过伫咧传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互日本指控掠鱼掠过界风口岸的苏俄渔船复兴号，纳150万日票的担保金了后，饭店船已经驶登来南方澳，船顶8个人拢平安哦。也毋过，这只渔船是风浪甲密密麻麻。到底咱国渔船敢有掠鱼掠过界，佮有这只渔船理赔的问题，海巡爱个进一步来调查。渔船登到南方澳渔港了，海巡随定船检查，所入渔船复兴号，敢若是伫台湾河渔界线以外5海里的所在，互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定船检查，船甲船顶8个人拢被扣留。船身破一空，结果受损严重。渔民讲是互日本的公务船对撞，到即马一个惊。渔民纳150万日元，差不多代表32万5千个的担保金了，则被绑带。伫海巡的介护下，31个平安登到南方澳渔港，人员拢正平安。所区议会也到场关心，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日本沟通，就算要执法，也无应该用弄急的方式。希望未来的话，应该坐下来，大家来根据这些的作业的方式来，大家来做有效的协调。第二方面，不应该用这样撞击的方式，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船体的部分的话，我们要经过搜证，我们才会知道说它状况如何。
惊讲渔船甲船员发生意外，南方海巡队派去人舰抑个警艇解护渔船转来。因若南方的渔船是毋是有外界，抑个渔船受损的金额抑个理赔的问题，目前海巡队抑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的光复路有一间大间的超市，今仔透早有民众看到青烟，赶紧去报案。消防局派出60外个人去拍火，伫早起9点火势受到控制，10点37分甲火拍花，加载是无人受伤，导火原因爱个调查。消防人员接到报案，玉里镇的大卖场乌烟一直闻出来，差不多所有南区的救援人员拢去现场斗拍火。不过，这个卖场的范围实在是太大。火持续翕烧几点钟，拢也无法度拍花，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我们这些住户都是木造的，只有铜罐那是铁皮的，这一层铁皮过来的话，那大火就开始引进来，我们也担心这一片的木造房子这个火灾发生伫透早4点59分，花莲玉里镇上大卖场向出现乌烟，因为断电，铁门无法度架起来。消防员都要用电机甲击开，入去卖场规个暗扫扫，伫乌烟内底找导火的所在。还有消防员因为感觉伤吓，竟然走出来。我们不知道说它有些地方是不是有爆燃物，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他们一定要很小心。状况就是里面都是一些易燃的物品，所以说目前还在抢救，目前还在闷烧中。火势一直到早起9点20才控制下来，差不多持续烧4点钟。过程当中一直观察火敢是会倒起来。到10点37分，火才完全拍花。没有人员伤亡，因为它是非营业时间所以他的员工那些都没有在现场。目前就是火势控制，我们在持续做这个残火处理。因为导火的时阵并不是卖场营业的时间，若是啥物原因致使这个火灾，也会调查。不过镇长呼吁民众，厝内若是有电线较旧的问题，就应该量早换掉。哩哩扣扣的物件嘛唔好黑白电，避免发生危险的时阵增加救援的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争议真侪档的桃园航空城的计划安置铁层号的大楼，头一张发的建造，今仔总算动工了。有地主是表示讲已经搬出去2档了，即马厝总算要起，民航局嘛表示讲会全力来协助。准备四果，手举清香拜拜，起造人林永和等人，诚心祈求开工顺利。这是航空城安置街区配合升起后迁的政策，民众头一件摕到的建造甲开工案。为航空城征收，一路行到搭，总算会当重建家园。林永和心情是真复杂。现在心情就8个字，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能够走到今天起造，这代表也可以破除外面的一个传言就是以前很多人在网络上会告诉我们说，航空城是一个空城。在水电的部分，目前我们在盖的时候，这个目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不过局处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配合。针对航空城的政策，目前行政院计划伫115年12月底完成升起后迁，原地规划5大管线，甲对外车路完成了后，114年1月至2月期间办理安置街区土地点交。不过民众有升起的需求，目前已经有4件摕到建交。我们会让有先见需求的民众去发放通行证。那机场园区总共有1995个宗地，目前申请的那个通行证的件数将近快500件。航空城工区的管制，一般人是袂当凊彩入去的。民航局表示，为着加速民众去家己要住的厝的时程，除了先发通行证，嘛已经协调市府监管处简化行政流程。另外，正式的水电年底才会完成。不过，为着协助民众升起的需求，马上提供临时的水电，让民众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警方宣布讲抓到一件咱国内上大规模的电子私分厂，因涉嫌甲6个泰国的查某人对中国进口原料来加工，网站是设伫国外，民众会当伫网络顶头来买。警方是查扣持得超过1亿的成品和原料。查缉人员入去这间厂房，内底拢是混油的成品甲半成品，干那清点就真够工。那个好像是包装，这都是包装。货架顶悬有各种口味的混油，另外一区拢是原料甲来路不明的旁证。警方去年底锁定姓张和姓李的这对男女朋友，因涉嫌透过海运为中国进口尼古丁含几种口味的旁证，佮加入其他化合物，了后注入电子分弹或者是混油补充罐，再佮透过外国的网站提供民众注文。我国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及使用。
最高可处5000万元罚锾。即便单纯使用电子烟，亦可处新台币2000至1万元罚锾。为逃避追查，主嫌甲另外6个泰国籍的查某人，伫台中市区设3大电子烟工厂。警方今年5月下旬出动2人，查扣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市值超过1亿。警方依照违反药事法、税关稽征法甲洗钱防治法上班。违反危害防治法的部分，而且市府卫生局裁罚。医师提醒，使用电子烟买对身体造成伤害。化学物质呢，它也有致癌的风险，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重金属，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肾、心、肺、脑里面，会造成我们长期的危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话，我们脑神经的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全。医师表示，电子烟大年固定成分平均分是悬数倍到数10倍，而且会造成厌昏、依赖，尤其对少年人的心血功能损害是搁较大。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中乌日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民众检举讲老师虐待囡仔，警方和教育局拢已经接到报案，台中地检署嘛展开侦办咯。也毋过人本基金会是表示讲，发生这款的代志，嘛爱关心囡仔和家长的心理状态嘛应该爱提供免费的咨询。这间伫台中市乌日区的私立幼儿园，互民众检举，若像发生不当对待囡仔的代志，也有人伫面册甲指控。警方证实已经受理4个家长的报案，随报台中地检署侦办。本辖学童遭不当管教案，本分局已授予当事人报案，报请台中地方检察署妇幼专责检察官指挥侦办。台中市教育局表示，29接到家长检举，着随去幼儿园稽查，甲监视画面早等查，也要求随家社老师停职，调开审查小组决议要展开调查，会为中央人才资料库选调查小组的成员。乌日区某私立幼儿园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生案件，随即入园稽查，并且带回监视画面，也要求园方即日起暂停疑似行为人职务。30日中午，由审查小组讨论决议受理此案展开调查。幼儿园目前也未对外说明。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校园虐待囡仔案件，市府除了爱查，也爱关注囡仔甲家长的心理创伤，就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去寻求咨商的话，一定是费用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它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因为政府有监督学校的责任。人本表示，即马卫福部的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敢若限15岁到30岁的少年人，拄着压力甲歹情绪时，会当免费接受心理咨询3阶。建议地方政府增加预算，互受虐待囡仔也通接受免费咨询。记者综合报道。前一早阿伯2岁查甫囡仔凯凯互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引起社会真侪讨论。卫生福利部嘛修正安置儿童处理原则，要求爱减少跨管区的安置。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是一种整合资源的办法。若是强制规定讲禁止跨管区安置，无提出配套的办法，恐惊会互一寡需要安置的囡仔无地去。凯凯去互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惊动社会。卫福部修订直辖市、县市政府运用居家托育人员照顾家外安置儿童处理原则，希望减少下县市居家托育的照顾。不过，民团认为讲，下县市安置是因应安置量能资源无够的办法。若果是限制下县市安置，煞无制定资源调度配套的措施，恐也会互需要安置的囡仔无所在通去。虽然就是中央有提到说它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呢，在这个行政命令底下挂了一个所谓的考核的一个机制，跨县市越多的话，它基本上它考核的分数就会越低。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无形的就是给县市相关的一个压力。社家署解说讲，绩效考核指标有一定比例规范，并无阻挡下县市安置，嘛希望各县市会当建立家己安置的资源。举例5%就100个个案有5个个案，你不要超过5个个案安置在其他的县市啊。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比例，如果你不超过5%，就可以得到满分啊。张美美强调讲，各地方政府若因为资源无够等等的因素，需要使用其他县市的资源，应该建立县市之间居家托育安置服务系统性合作机制，毋是由负责的社工家己甲个案下县市安置。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的顶半冬全球的景气回温，佮加上 AI 人工智慧的带动，中研院是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88%。也毋过受到电价起、军工局调薪水的影响，今年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21%，嘛已经超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路。下半冬美国货币政策佮美国的总统大选，嘛拢有可能会佮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有影响。迎接2024下半年，中研院伫30日公布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修正，因为全球的商品贸易今年顶半年回温。搁再加上人工智慧科技等一寡带动需求，台湾无论是外销订单或者是出口，抑个工业生产的资料，拢恢复生产动能。这样，互中研院甲全年实际的经济成长率向上修正到3.88%。国内的景气呢，那是受到外需的这样一个带动，然后让我们这个国内的内需也能够持续的增温，然后。国内的整个这个民生的经济呢，也持续的活络。观察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上扬，就业市场正稳定，搁再加上跨境加商务旅游需求愈来愈增加，拢可望会让维系民间的消费动能。估计今年全年的实际民间消费成长率有到2.62%。虽然今年股市交易正热烈，不过受到30美国股市指数起盘影响，30日台股开盘行低。也是由乌变红，北回升到22307点的季线关卡。伫昆龙台积电是行势疲软，不过盘中的盘北回收下盘4块。虽然国内经济景气转好，不过民众依然感受到通膨的压力。以台湾目前未来这个 CPI 的走向，有几个因素确实会有这个上行的压力。一方面调薪，那另外一方面这个电价的上涨，所以这些因素确实这个通膨的压力是存在的。展望下半年，虽然经济成长率预测要甲瓦近4%，不过受到美国紧缩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间、美国总统大选的无确定性，抑个地缘政治等风险。台湾的经济抑阁存在着无确定性，要密切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减碳有正大的商机有民众想要来乘做碳权交易师所以报名去上课，收费阁无少，要30万。可是后来这民众是指控，伊报名的这间台湾碳证零学院并无立案是违法招生，根本就是诈骗。学院是回应讲，这是一件消费的纠纷，嘛已经在处理了。台湾碳证零学院的网站一直在招生，嘛标榜会当成为碳权交易师。有学员报名伫台中开设的课程，交30万了后，上课才发现课程品质无像广告所讲，上课地点变来变去，连老师是谁拢唔知影，想要退会所互拒绝。学员不退我30万，也不让我上课，今天我就站出来控诉，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受骗。另外一个受害学员李伟洪生汉陪同之下来到记者会，拄到小翔处境的伊向台中市消保局申诉，才知影学院伫台中并无入班。课程品质很差，没有30万元的价值，甚至还有很多广告夸大不实、欺骗。台湾碳精灵学院，你们的良心在哪里？都没有取得合法立案，所以是完全的非法营业。教育部证实，学院甲逢甲大学的选学合作案无包括开课，台中教室确实是无入班，而且地方政府稽查。环境部是指出，课程讲要培训碳权交易师，并不是环境部承认的身份。碳权交易师，这就不是我们的一个法规的一个制度，那相关训练结果也不会被环境部所承认。台湾碳证零学院回应，甲学员拢签有合约，纠纷应该转移到合约来处理。学员指控诈骗，学院表达遗憾，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消费案件，已经尽力定事处理。逢甲大学无承认开课是产学合作的项目，学院认为这是认知无相同。有关台中开的课程无入班，是会拍拼来申请入班。记者林文培组台北报道。极端气候、强风大雨的几率是愈来愈悬。这日水利署有补助县市政府，伫全台湾1854个所在来设饮水的感测器，
也毋过审计部的报告是指出讲，2016年到2022年有将近7成的检测器是无作用。凯美风台顶礼拜伫台湾关卡造成中南部真侪所在出现淹水的灾情，行政院开30.5亿元，导致智慧防灾计划即几年补助县市政府伫全台1854个所在设淹水检测器，掌握淹水的灾情。不过审计部报告指出，2016年到2022年即淹水通报地点有高达1292个所在的淹检器7年来无检测淹水的灾情。占比高达69.69%，员工是有将近7成的淹检器无效，无记录到淹水。凯米台风灾情统计是来自于淹水感知器，而且也高达500多笔以上。设置的地点都是以往曾经淹过水的地方，但是台湾地区在最近这7年内，我们事实上台风。相当的少。另外，全台有2198船里，明明有即淹水通报记录，所保证淹水检测器。六都的高雄市、台北市、新北市是前3名。台北市我们是走这个水位级的感测，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感测器的部分，就台北市来讲，我们只装了3个地方。台北市水利处澄清，全市只有3个较低所在有装淹检器，主要游园区214个河水下水道水位的记录来检测淹水的灾情。另外，新北市水利局有118淹水检测器，拢维持正常运作。地基淹水的热点区域，车行地下道第3个是高速公路涵洞，第4个是2重疏洪道，那我们就会都主要是布设在这些点。水利署强调，全台淹水检测器拢装伫捌淹水的所在，透线率有96%，正常运作。针对无检测到淹水情形，研判17年来确切防台灾情，会滚动检讨调整装设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农业的方面挑战嘛真大，抵抗高温、可汗也是病虫害的新品种就真重要。农业部今仔日甲世界菜市中心来签约，要来加强开发农产的新品种望讲双方合作，共享资源，为台湾、为世界找出一寡新品种的作物。顶礼拜，凯美风台扫过，真侪农产拢受到影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农产和民间设施的损失超过28亿。部长陈俊贵表示，逐工会做农产品的调度，也会启动见效监控的机制，等等来稳定菜价。我们预估大概3到4个礼拜之间短期叶菜类的价格的波动会比较大，每一天都做适度的调配让这些根茎类的这些品项能够部分的替代叶菜类的品项。为着要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降低农业的风险，农业部和世界菜市中心也有咱10个试验改良场第31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世界菜市中心的总部就伫咧台南县化，已经设立50栋，有全球上大的菜市整源保存库。未来双方合作，要做伙开发较有法度抵抗极端气候和病虫害的农产品种，另外嘛积极栽培农产的人才等等。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is very fortunate to be based in Taiwan. With its world-class science capacity, represented by all of you here, but also,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very strong vegetable sector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签署合作备忘录，透过系统性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双方的研究人员能够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之下，能够加速我们的研究，让我们的不管是品种也好，或是技术也好，能够更具体的一个落实。农业部表示，世界菜市中心毋但有世界上较全的菜市整源库，保留65000多种的遗传基因，这是面对未来气候挑战的保障库。另外，世界菜市中心伫全球也有真侪研究基地，双方拢希望未来透过合作，伫咧农业研究也有资源共享之下，会当为台湾、为世界做出真侪贡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 Google 今仔公布一份针对台湾 AI 发展佮有治理的白皮书指出讲到2030年，台湾企业因为 AI 产生的价值会有3.2条，超过咱台湾目前 GDP 的13%。经济部嘛强调讲，未来4档产官学合作会来培养20万的 AI 的人才。
详细说明有 AI 斗相共，会当把真侪资料经过 AI 快速的筛选，制作上精华的部分，来作为使用者快速查清楚问题的重要分析。AI 即马正流行，佫正清。Google 伫30日公布一份关于台湾 AI 产业发展加治理的白皮书，内面指出，到2030年 AI 将会带来13兆美金的产值，差不多是1.2%的 GDP 成长率。我们在台湾投资像资料中心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都是会整个大幅的协助到台湾在这个 AI 上面的一个经济效益的机会。Google 指出，到2030年，台湾企业运用 AI 所带来经济效益将会到3.2兆，超过台湾目前的 GDP 13%。尤其透过 AI， 更加让阻挡真侪诈骗案件。发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打诈。打击诈骗，那很多的诈骗都是由 AI 产生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要用 AI 来对付 AI 的诈骗。未来4年会培育20万名的这个 AI 的人才，还有许多的企业，大家一起来培育这个 AI 的人力的话，我想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规模可以让台湾的这个AI 的渗透率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提升哈。政府有购买大量培养 AI 人才，也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的修法。Google 是呼吁除了人才的培育，政府投资 AI 基础建设，建造各类创新的环境，并且提高企业运用 AI 技术的意愿，希望会让透过各界合作，通力创造台湾的 AI 产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南部正地晓的瓦雅纳德，昨透早发生大规模的水崩山，造成至少123人死亡，有100多个人受伤，嘛有超过3000个人离开灾区去避难。因为大雨水甲路拢冲歹去，救灾变甲真困难。真侪救援人员伫咧鹿谷尾内边进行救援的工作，你看受伤的人送去直升机。印度南部克拉拉邦落大雨做大水，30透早伫咧山仑地区发生几路件土石流，因为迄当阵真侪民众拢已经困啊，所以袂赴的走，伤亡真惨重。虽然当局已经出动200多位军人协助消防人员救援，不过大雨加桥冲断、路冲害，互救灾行动真困难。估计至少有上百人还佫伫咧灾区内面。इधर बहुत दर्द है, इधर अंदर जाने का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था, इधर घर का अंदर भी डेड बॉडी था, अभी भी अंदर था, लेकिन हमको कुछ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अभी लाइट भी नहीं है。这边土石流是克拉拉邦自2018年以来上严重的天灾。当灾区瓦雅纳德因为地形的关系，当年的6月到9月季风季节来时阵，才容易发生土石流。因为当地政敌真出名，受灾民众大部分拢是互人请来做地形的临时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土石流发生迄当阵，这寡工人真可能正伫咧临时搭建的布棚内面困。伫即马真侪学校甲病拢已经关起来，差不多3000多人被送到瓦雅纳德周边地区的几路的紧急避难营安置。ആദ്യം 2 മണിക്ക് പ്രളയം ഉണ്ടായി, അതിനുശേഷം 3:30 വീണ്ടും പ്രളയം ഉണ്ടായിരുന്നു. അപ്പം മാറി നിന്ന ആളുകളെ വരെ ആ വീടുകളടക്കം, ആ സ്കൂളടക്കം, അമ്പലടക്കം ഒലിച്ചു പോകുന്ന ഒരു സാഹചര്യം. 印度总理莫迪伫咧社群平台发文为灾民祈祷，罹难者家属将会得到2400美金的救援金，每一位受伤的人会当领要到600美金的补偿金。印度环境专家讲，气候变迁造成落大雨的机会增加，和当地发生致命天灾次数更较多。若起水坝、乱造森林甲开发案等问题，也和天灾伤亡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杨万平报。再来看英格兰北部的都市绍斯波特有嫌犯冲入去舞蹈教室，害死3个囡仔，佮有11个人受伤的事件。有人伫社群媒体放假消息，结果造成真严重的街头暴动，有39个警察受伤。首相施凯尔嘛出面谴责，强调讲会依法来处理。几路前为绍斯波特的居民，3站伫咧市中心的广场，离开追悼3位年纪分别7个人、6岁、7岁、9岁被害女童。首相施凯尔甲内政大臣古博也拢到案发现场献花致哀。不过，伫咧追悼活动结束了，才无到几点钟，绍斯波特街仔路就出现暴力示威。差
差不多100多位暴徒大声喊着反穆斯林的口号，甲机构团体保卫英国联盟领导人汤米·罗宾森的名，向警方弹玻璃杆仔、砖仔架放火烧清真寺、警车，破坏商店。过程中造成39位警察受伤，其中8个人伤势严重。因为场面失去控制，警方正罕见地引用《维护公共秩序法》第60条，在当地启动24点钟的盘查行动，也就是到30日暗时8点钟前，警方会让对任何可疑人士检查来检查。上次波特这件造成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野刀杀人事件，在这个凶险的身份甲背景，有心人士伫咧社群媒体发布假消息，讲这是甲伊斯兰有关。英国卫报讲，伊右派英国解决党一位支持者，也是社群媒体网红所发布的相关影片，就被讲80万的点阅率。也内政大臣保守党的科维利3日伫咧国会，希望民众莫伫咧社群媒体分享这件攻击案的错误资讯，加深受害者甲家属的悲痛。内政大臣古博也赞成。I agree with him too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because we do need to recognise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taking place on social media that go against their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ir commitments as well. They ne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In Southport, the haters aren't going to win. They won't win here. 伫案发了后，警方以涉嫌谋杀加谋杀未遂逮捕的17个青少年，父母来自卢安达。伊是伫咧威尔斯卡蒂夫出世，2013年报告邵斯波特。警方表示，网络顶传的各种有关嫌犯的姓名、背景资讯拢无正确，希望大家伫咧调查进行的期间，莫阁乱传资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过来消息咱过来看凯美丰台扫过云林县的农业损失是超过6亿，是全国上济，已经开始受理天然灾害的补助。另外，伫云林的沿海因为停电，饲粉药仔的温仔莫达无法度拍哦，农民是真烦恼，讲水质会受到影响，粉药仔会无通收。养殖户来到底下损失，不过在水底下内所扑袂少已经死亡的白虾。云林大社养殖户就讲，伊放20万只的白虾，所因为凯美丰台的大水淹去底下内，损失超过70%。遐拢落雨地拢死啦，啊死你看拢红起去啊！哎呀，那所以该规片拢烧半窟啦，安尼啦。阁有饲蛤蟆养殖户讲，文港新兴养殖区的电火条啊，去互强风扇断去，3-4天后才恢复供电。有要挖200公顷的温仔，莫达袂行，无法度换水。听讲因地的财损真严重，赶紧抢修。安怎讲？安怎讲？喂，这个是较严重啊！因为即摆减水无入来遐。系啊，较正。100户是超过，这是通无电，但是阮这边较热啊，阮这边电条拢倒。阮这边电条拢倒，要复电较慢。这是全区性的。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目前天然灾害申报已经开始受理，不过沿海地区的养殖区若是有因地灾损，又搁另外建议中央处理。会在10天、20天后发生，所以这个部分都会在申报期之后发生。那我们这边会建议中央另行公告延迟性的灾害。农业处表示，因为蛤蟆的生长环境改变，未遂造成损失，会继续观察后续的状况。若是有灾损，会搁报请农业部后续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凯美丰台已经过几日天了，高雄的山区阁有上100户失电，其中南马社上侪户，主要是因为连外道路阁还未通哦。在地人员只会当用行的入去部落，嘛无大型的工程车，所以今日当靠人工去抢修。5位台电人员做伙溜索啊，因为竹架甲电线低调的，现场无大型的工程车通斗3工，今日当靠人工恢复电线。因为风台离开要1礼拜啊，高雄南马社阁有部落到达油源失电，虽网部真物资无欠缺，居民已经8工无电通用，因毋望会当量早复电。部落叫南沙路，他们目前是电是还没有供应。所以他们的网络目前还是不行。我们的电力还有通讯，还有水，所有
都完全停了快1个礼拜。因为这个风台造成南马夏连外道路台2高线放起，电火条啊嘛，互大水冲去，大型的工程车拢无法度入去部落。台电人员是爱工具行路入去事故的地点，靠人工方式抢修电线。南马夏为原本的4000多户停电，抢修到打剩72户。车辆无法到达的地区，由台电人员背负工具以及材料，徒步前往事故地点进行抢修工作。于29日下午复电逾90%电力。31号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台湾甘那村高雄，包括南马夏、甲仙、甲桃园区，总共101户也咧失电。台电已经加派人员，毋望会当量早复电。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高铁沿线屏东县年底就会来定案。交通部长李明安是表示讲，若说路线确定要经过高雄市区，除了即马高铁的左营站阁会来新增加高雄站，定是有土地问题，还阁甲地方来参详。未来敢会去延伸到台东咧？交通部是阁会进一步来评估。交通部长李明安巡视监理所业务，也透露新的消息，高铁延伸到屏东线，伫年底进前有希望定案。若方案确定进入到高雄市区，会大部分用暂顿的方式，降低对居民的影响。而且除了即卖高铁左营站，也会增加高雄站。那其实，在最早的高铁的规划，本来在高雄就是2个站，好，那左营站是辅助站，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左营站其实它的空间是比较小，好，那高雄站是一个跟台中站一样大，甚至比台中站更具有规模，而且是地下化的一个高铁站。李明安指出，高铁到屏东落地处已经是既定的路线，除了有留往屏东调整的路线以外，未来也希望延伸到台东，会在适当的时机启动后续可能性评估路线。台东的部分，这个因为还没有启动相关的可行性评估，还有路线的选择，所以这个部分工法目前都还要再做进一步评估才能确定。那么延伸到台东，争取高铁到屏东联名，也向李明安看声，希望交通部重视小港机场按到潮州的高铁主干线一车到底延伸方案。我们希望说，交通部要好好的评估，详细的评估，先收集好民意，再来就是专业评估，交通的专业评估，那希望说，评估出一条最佳的路线。另外，台铁票价已经19年无起，李明安也讲，台铁公司到月底进前会将台铁票价起价案件提报到交通部，无提价只是部分调整，不一定一摆会起价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病院上新的研究，只要验尿，就当来了解颔棍腺癌手术了后恢复的状况哦，准确度是有90%以上。这项技术嘛取得美国、日本和台湾的专利，成果嘛登伫国际期刊，咱做伙来了解。甲状腺癌是咱国民众10大癌症发生的人数内底排第7， 110年有4600多人着癌。患者开刀甲做放射碘治疗了后，用过靠抽血血清甲状腺球2倍来检测肿瘤敢会阁压起来。若检验的模组真贵，嘛有可能因为抗甲状腺球2倍抗体干扰验了袂准。不过台病院上新的研究，全球头一个非侵入性的方式，利用肉内底外壁体甲状腺球2倍高度，加做甲状腺癌手术了后，做检测上新的生物指标。在尿液当中，其实可以找到新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病人非侵袭性不用接受抽血，他用尿液当中的一个蛋白组，就可以知道病人在甲状腺癌术后，他的病患是不是有再发或者淋巴腺转移的可能性。研究团队针对新的甲状腺癌的患者做肉的样本的收集甲分析，结果发现讲，手术了后，患者的肉内底外壁体甲状腺球2倍高度，会当显示肿瘤残留的情形，也阁有敢会阁压起来。另外，还阁发现肉内底另外一个2倍半磷凝集素3，甲甲状腺癌发生也阁有转移呈现正相关。两种2倍高度，若同步检测，准确率有甲90%以上。外泌体的报告里面呢，透过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技术，我们称为叫做质谱仪。那质谱仪呢做的是定序，也就是它准确度可以到99%以上。研究团队强调讲，这项创新的技术已经得到美国、日本甲台湾专利的认证，也有刊伫国际真出名的期刊。未来还阁希望应用伫其他癌症生物标记，甚至开发做快筛剂，
济，互更较侪患者受惠，实现量早诊断、量早治疗，也有复原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卫生福利部甲所谓发展部为听众朋友推出手艺视讯专业服务平台，有服务人员会当来斗相共障碍者来讲电话沟通，和障碍者买当打电话来联络代志。好的，请问几位入住？大人2位，还有1个小婴儿。透过手语对役员的帮助，无法度讲话的身障人士也通打电话参民宿业者订房间。所谓发展部甲卫生福利部为2022年开始规划这套手语视讯专业服务平台 VRS， 符合资格的身障者通透过 VRS 的帮助处理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未来的数位平权能够照顾更多障碍者，今天是一个开始。怎么样让卫福部提供更多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需要？然后数位部这边利用我们的科技，还有我们的产业界各位朋友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友善。卫福部社家署表示，估计14万人领2类、3类身心障碍证明的听语障碍者，拢通注册使用这个服务。障碍者透过网络参 VRS 中心直接，由 VRS 中心人员为双方对应，听语障碍者就通以电话联络。目前这个服务免费使用，会看施行状况，决定未来收费时间跟绩效。在行政院核定的部分，它算是一个先导计划。我们的服务时间在先导的期间是礼拜1到礼拜6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这个7点钟哦。那中午时间是不休息的，整个服务它可以扎根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会整体再来研议看看如何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机制。民众若看到0277550101的号码，就通知影是由 VRS 中心卡出来的对应服务。社家署表示，即马 VRS 中心有5条电话线路，同一个时间通服务5个障碍者。未来若发现量能无够，会搁再增加。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乳癌膜是目前女性10大癌症中的第2大死因。为了要鼓励民众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政府对明年开始要扩大对乳癌体检的年纪，对原本的45岁到69岁扩大到40岁到74岁哦。乳癌病友协会嘛，伫8月份开始哦，举办一个相片的故事展，希望大家拢来明白乳癌防治的重要性。我是在45岁的时候，因为我们政府的德政可以呢。做女性的免费的乳房摄影的检查，所以我就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感觉我其实是有点贪便宜的心情，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我就检查到就自己确诊乳癌。病友陈小姐分享家己这5年治疗乳癌的过程。伊讲当初是看到政府有提供45岁到69岁免费乳癌体检，想讲是免费的，就去报名看卖。无想讲家己既然是第2期的乳癌患者，伊讲这5年的治疗过程，就亲像咧做梦共款，加在伊量早发现、量早治疗。为着要鼓励甲陈小姐共款遭遇的病友，乳癌病友协会举办1个月美丽中心相片故事展，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来明白乳癌防治的重要性。你经过过去治疗，甲即卖的生命，一定有另外一番的另外不同的见解，甲不同的体验嘛所以会当甲这个美丽的故事，互大家来看讲因会当安怎会再跳出的咱的迄种癌症的打击。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政府对明年开始扩大免费的乳癌体检年纪，对原本的45岁到69岁扩大到40岁至74岁。不过，目前补助体检的工具拢是2D 的临床 X 光检查。乳癌病友协会希望未来政府会当提供40岁至49岁女性使用3D 临床断层摄影来检查。这些年轻女性她们的乳房致密度比较高，所以如果用2D的话，它可能它的那个判读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准确。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乳癌是目前女性10大癌症中的第2死因。为着要预防乳癌的发生，乳癌病友协会提起35岁以上的女性，每当拢爱做1摆临床超音波检查。若40岁以上的女性是建议每2当就做1摆2D 临床 X 光检查，一定要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才会当预防乳癌的发生。记者在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